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。 你是不是介意我？是。我讲的你拢会听到无？是。我叫你做啥做啥对无？是。坐落。加。停。吞落。真好。把所有菜拢食好了，我等下要检查。中央。袂当回来。你若是回来，我一世人拢互你找无我，知无？拜托你甲我讲，我找你到底是要安怎好？娘娘，微芳真正是都已经无心无情，还来乱。千里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走带去啊？我落去天庭，要求观音菩萨甲娘娘斗相共。啊，要到天庭时阵，突然间有一道签诗，是娘娘知影讲，伊才有这个劫数，所以早就安排这个签诗。神仙也有绝命时，此时不可求观音。苦行苦修渡难关，人间劫爱人间解。千里，什么意思啦？什么意思啦？我唔知，你莫问我啦。你干那样讲唔知？娘娘今麦完成到底伫对啦？有伫诶无？若是有伫伫倒位？千里，起来，跳车，咱来请示娘娘，紧，来请示娘娘。是要当作我要伊啦。只是这娘娘。 25首，快点，快点啦！小啥？一丝幽魂在天边，风吹云野等日清，只待三宝护金身，魂开见日夜光明。 见日也光明，见日也光明，见日也光明，有希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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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见日也光明，有啥物希望？我唔知呢。唔知你欢喜啥啦？这三宝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唔知。我嘛咧欢喜啥？啊，叫你无希望嘛！哎呦，娘娘，什么意思啦？三宝。百丽香。啊，秀莲姑娘你倒来啊？啊，天香也来啊？ 我咧送秀莲转来，想讲来甲妈祖婆烧香祈求一下，互咱林公主会当早一日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仙做佛。像我遐万里兄，林公主人过身，人爱最爱，唔通伤过伤心艰苦。相公公主死啊？无一定啦，阮公主袂死啦，袂死。公主无可能死，
要求，要求要讲死。对啊，起来，你看，我头拄啊求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有阮签诗呢，是讲，阮徛伫较饭桶，签诗阮看无。天星啊，你册读较济，你替阮解一下好无？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好。一死幽魂在天边，风吹云掠等日清。只待三宝护今生，云开见日夜光明。天星啊，是啥物意思啦？这一死一魂在天边，代表林公主一息尚存。真是，安尼写真好。要求，也毋过，要求。也毋过嘛，代表林公主的魂魄随时会散变。啊，算来保护。对，天少，三宝，护金是迄三宝，什么叫三宝啦？嘿，三宝，我之前捌读过不册。三宝意思应该就是佛宝、法宝，还佫有神宝，这三宝。若是咱得着这三宝，会咱救济众生，离苦得乐。佮讲有指示，阮要哪找着阮公主啦？这张签诗并无指示呢。哪会无啦？哦，另外一张啦，这还有一张。看吧。歹势。苦行苦修度难关，人间劫爱人间解。这张签诗属火，你在南方，也但是只是讲爱对南边去找，找到甲火有相关的所在，无的确会当找到林公主。一定是。快点，进来，哎，阿姐啊，那我跟恁来啊，这，袂用的啦，路上可能真危险呢。哎呦，我这条命林公主救的啊！林公主只有劫难，我免来都无管。恁老天星做要去啦，虽然天星无武功，啊，毋过伊真有智慧，为地咧一定有帮助。对啦，我都必签诗，有帮助啦。好，安尼进来去啦，行。小妹，我跟你来。喂，啊你嘛等我一下。妈祖娘娘，林公主是一个大好人，请你保庇天星姨会当顺利找到林公主，也保庇林公主会当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代志。小姐，食饭啊？我歹食。小姐，我今仔日款的哦，拢是你上爱食，有你上爱食的鱼啊，你食一点啊啦。莫甲我叫啦，我无想要食啦。小姐，加减仔食一点啊啦，小姐。我就讲我无想要食一点啊。是啥物啊？想去好公主？毋过，你嘛是爱食饭啊？人还没天拍，我食饭是会破病呢。像米芳哦，拄若愈想去，啊，你佮食愈济啊。我走遐尔远去看伊，结果咧，伊看到迄什么秀莲，都去找伊啊，连插都拢莫插我。连我要离开，嘛无来甲我关心者，我到底算啥物啊？小姐，啊，人何公主也无讲无介意你啊，啊，你人无插你，那是因为有米芳咧陪你啊。伊莫掠准我唔知影，共款拢是查某囡仔。伊看秀莲的眼神都特别温柔，伊的心肝内敢若有秀莲，根本就无我。无彩我伫阮阿爹面头前，替伊讲遐尔济好话。小姐，啊，感情的代志真正袂当勉强的啊！你看我就好啊啦，我才介意穿红兄，毋过伊逐个看到我，拢屁屁叫呢。毋过，人我嘛是个足介意伊。这就是人咧讲哦，也是着较惨死。小姐，
虽然吼，人教咱查某囡仔对细汉就爱戒必事啊，不过好的姻缘，咱嘛是爱家己去追求。后面你怎看到好公主啊吼，你就对伊手仔举起来，甲讲，天生我爱你，一世人我一定要和你成亲。不管阿爹安怎反对，不管啥反对，我一世人都是要对你对到一世人。小姐，安怎有感动吼？感动你的头啦！吼，你头壳哪拢想迄有诶无诶啊？我是将军府的千金大小姐，哪会当凊彩讲迄款话啊？一点仔拢无信一个查某囡仔。小姐，你讲了嘛无唔对吼。迄咱爱的迄个查甫人吼，准若无爱咱，咱嘛袂当伤主动去追求人吼。那安尼，你对于你迄个什么前夫兄，阁无够主动啦？啊，小姐，你哪里的？好啊好啊好啊，你出去啊，出去，进来。好啊。遮尔大的将军府，拢无一个人会当陪我讲心事。看定安尼，是无可能会接受平生。假想阿娘若是搁伫咧就好啊，阿娘就会当听我的心内话啊。对啊。这是我细汉的时阵，你亲手做予我的。大概我若是心情无好，还是想你的时阵，我都会家摕出来看看的。安尼就感觉你，搁参像伫我的身躯边同款。阿娘，这么多年啊，有一件代志我一直想无呢。为什么迄当阵你的身体好好，哪会安尼？雄雄就半杯过身去啊！阿娘，我真是足想你的，你知影无？阿娘，你敢知影？小姐，我毋是叫你走啊，你哪搁入来啦？无啦，小姐，你暗顿无食，我惊你半暝会枵，摕一盒莲子汤来互你啦。小姐，你搁咧想老夫人哦？逐个看你安尼，我拢感觉你介可怜，替你足艰苦的呢。可怜又敢怎？刚讲安尼，阮阿娘就会活过来。小姐，不过吼，我安尼想起来，我拢感觉介奇怪呢。迄阵老夫人破病的时阵，将军咪请做一个大夫倒来甲医啊。不过煞叫夫人讲，遐大夫开的药方吼，夫人怎啊啉落会搁较严重。迄只要煞叫夫人安尼一时发了后，夫人就会好啊。不过到尾你看，夫人嘛是过身去啊。是啊。其实对阮阿娘的死，我嘛捌怀疑过。小姐，你较细声咧啦！怎有煞叫夫人听到要安怎？惊啥物啊？我敢讲就唔惊听啦。我就是要怀疑啊！万一吼，阮阿娘死真是甲有关的，我就要找伊算账啊！小姐，原来你怀疑老夫人的死和雪姬夫人有关系哦。吼，无怪你吼三不五时啊，就找雪姬夫人的麻烦呢。不过小姐，咱若无证据，咱袂当胡白讲话呢。若是我找到雪姬害死阮阿娘的证据，我一定要替阮阿娘讨一个公道。万里江山
已zat退，千把不愿离江，10分苦楚分难平，一心复国报亲恩。阿爹啊，慧敏，啊，你若遮晚还未困？我困袂去，我想安尼啊。你若有连工去想着你安尼啊？阿爹啊，你敢有想过，阿娘是安那会死？唉，囡仔，阿娘都已经过身遐尼侪年啊，你若甲即马才咧问即个问题。我心内一直有一个想法，阿娘敢会是去互雪姬阿姨害死的？胡白乱讲，你免哪会用有这款想法？恁雪姬阿姨照顾你这么多年，阿弟会当做镇南大将军，啊，甲其他真侪代志，拢总是恁雪姬阿姨咧发落，造法度通这么安稳。你免哪会用安尼都怀疑啊？这款伤人无证无据的代志，不准你跟我白讲。阿爹啊，你感觉我敢是迄种无讲道理的人？我会安尼想，有我的原因嘛？你想看卖啦，之前阿娘破病的时阵，你替伊请遐尼济大夫，啊，毋过一个拢去互雪姬阿姨赶走，你敢袂感觉奇怪？搁有啦，伊写久久讲伊会当治好阿娘的病，到尾啊，阿娘毋是共款走啊？雪姬阿姨，假使若是遮尔善良、遮尔好心，伊都袂想要害恁公主啊！慧敏，阿爹，恁公主是一个好人呢，伊阁救遐尼济人，雪姬阿姨是安怎想要害伊？伊既然想要害死恁公主，安尼就表示伊嘛有可能想要害死阿娘的。慧敏，你慧敏，将军对我稳重如山，我搁较安怎无人性，嘛袂害死恁阿娘。哼！雪姬啊，慧敏年纪啊，搁去毋捌代志，伊咧讲的话，你莫甲伊计较哦。将军，既然伊心肝内有怀疑，我感觉咱爱将话讲好清楚，啊若无，伊会永远对我无法度谅解。慧敏，你哪点会当做到镇南大将军？伊绝对毋是一个普通人。假使我真正有心要害恁阿娘，伊这么有智慧，这么有头脑，敢讲伊看袂出来？你安尼甘会不天，讲一寡无影的话，枉费我照顾你这么济，无功劳嘛有苦劳。你安尼讲哦，你敢知影我听着有偌伤心？你免甲我当作三岁囡仔遐尼好骗啦！掠准你讲几句话，我都会相信你。当年你阿娘过身的时阵，我嘛真相信。搁较安怎讲，伊嘛亲像我的大姊同款咧照顾我。啊，毋过大家对我拢有误解，讲我要害伊，我通代替伊的地位。为着要表明我的清白，迄个时阵我就想要离开。若毋是将军一直甲我留，我早就离开。这件代志，将军会当做证。无毋对，迄当阵确实是安尼。雪姬有2、3遍拢对我表示伊要离开。无怪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咧甲我作对，原来你是咧怀疑我。你安尼做，真正让我太伤心了。我只是怀疑，我也无讲一定是你啊！你这么激动要创啊？敢讲你心内有鬼啊？慧敏，你会使点去，莫搁讲啊！慧敏，阿姨这么疼你，我无生，就是为着要好好照顾你。我甲你当作是家己的亲生查某囝同款。
这么多年来，我买真侪佚佗物仔互你，你拢毋捌摕出来算过。你心肝内，敢若有你手里迄身红仔，我对你搁较好嘛无路用，因为你心肝内无我这个爱。就算讲哦，你送我100红啊，嘛比袂过我娘送我这个啦。何必啦？你安尼点球，你愈讲愈超过。你对我更好，嘛毋是我真心安尔。哼！你掠准你滴规滴目屎，我就会相信你啊！你骗袂过我，定骗袂过我。慧玲，你会使点名的？将军，你莫怪慧敏，要怪，就爱怪我家己。这种下条，我早就想。雪姬，雪姬。我是因为修炼魔法，所以我袂当生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事事忍耐，处处咧甲你照顾，你也是咧怀疑我，对我的界限偏唔清。顾慧敏，我乃想要撩你一命，你敢已经对我怀疑？哼！我一定要先下手。望眼手，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我一定要坚持，免遐尼简单就放弃。加在我还有一丝的原心，啊若无，我的魂魄就会永世溃散，飘动不定。也毋过，我安尼当维持偌久？到时阵，元神若是灭掉，我同款会魂飞魄散，众生还未度化，前后两恶嘛还未修好，我要哪会当安心？李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啊，公主啊，公主啊，公主，李公主，公主啊，公主，公主啊，李公主，提醒，提醒啊！咱行到这么远，行到这么忝，咱啥拢无找着啊！只要咱找到公主，点外日拢是假搭的啊！知啦，不是，我就是讲，咱会当甲签信摕出来，麻烦你讲看下。好，拜托。但袂咧签字的只是讲，咱吼爱对人平行，
而且一定要找到教会有相关的所在啊！啊，会哦。恁看嘛，这个所在山区啦、树啊啦、草啊一大堆，这到底什么所在？是教会有关系啊？都对啊。可行可修渡难关，渡难关，有啊！咋？真正，我踮伫咧庄仔头，有听出我老辈人咧讲百洲城以南有一粒山，真悬真歹爬，而且伊的出入口就叫做渡难关。踮伫咧山顶有一座火焰潭，这火焰潭真深。每一年会喷出烧滚滚的火焰，无得甲林公主就踮伫火焰潭的附近。安尼讲，咱要找到公主，愈来愈有希望哦，有希望哦。先生啊，阮若当顺利找到阮公主，这拢是你的功劳啊。青红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我嘛是照签诗的意思要去解说啊。是讲，是毋是会当找林公主，这我嘛唔知影。无要紧啦，最后一句讲哦。人间劫爱人间解，咱只要用心，一定找到公主的。对，查咯，继续找。多谢多谢。公主，林公主，公主，公主啊，林公主，公主，林公主，公主啊，来，公主，公主啊，公主，公主啊，林公主。这有一山洞诶，唔知公主有咧内面无？找看卖啊！行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林公主，公主，这啊，哪样呢？万丽，哪样你啦？是嘛？公主的身体已经毁坏去啊，即马敢若剩伊一丝的魂魄伫尔，所以阮摸袂到伊啊。公主，你真是，公主你紧真是啦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啊！恁总算来啊！林公主，等一下，林公主，你有着要救我够成功，你跳落去化鬼游地，原来做梦你已经死啊咧！咱没想袂到，想袂到你还阁活咧，我真欢喜，我真欢喜。不过公主，你即摆有魂无体，随时拢有可能消失，阮到底是要安怎救你？是啦，公主啊，阮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怎我都甲你斗相共，互你紧恢复起来。我的元神已经溃散了，敢若剩一丝魂魄。我怕都请我的元神去转莲花惜命会，都还靠恁两个啊！好，那么公主，连我上面好个请出来。好。天心吧，你边仔小徛者，这种工课唔是你这种无练过武功的人会当接近的，拜托者。竟然有这种代志，实在太神奇。莫非林公主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因为伊自卑为怀，救人无数，感动上天，所以上天才会帮助伊，予伊保留一丝魂魄。喂，小刚，是。公主啊，元神阮已经请出来，算了咩啦？去带莲花惜命火，你就看到顶头的火是愈来愈细，点的光，点的暗，而且
随时拢有可能花去，只有找到我命中的三宝，这顶面的火才会旺盛起来，我的魂魄才袂散去，我的元神嘛才会当归位。三宝，公主啊，什么是三宝？同心、无悔，也阁有良缘。啊，动心、无悔、良缘，这是什么物件？我要去倒位找啊？林公主，是毋是会当给阮一个较明确的指示？对啦，公主，拜托你讲啊清楚，啊，若无真就海底梦者，唔知要去对找啊，公主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红颜手高旁，小无行孤单窗。林公主，是毋是会当给阮一个较明确的指示？对啦，公主，拜托你讲啊清楚，啊，若无真就海底梦者，唔知要去对找啊，公主，拜托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顺龙诶，要安怎啦？公主，赶回去啊！要安怎？我嘛唔知啊，要安怎啦？是啊，大海啊咧！啊，林公主所讲的三宝，啊是人还是物件？是有形还是无形？啊，到底要对谁啊？对啦，公主无机会通讲清楚，啊，天啊，干这么大，这要为着找去啊！是莫着急啊，但是看人在做的，不管有偌危险，有偌困难，咱一定甲宝物找回来，救公主啦！对，就算牺牲咱的性命，但一定要甲宝物找到，一定要找出来。是，你两人放心啦，花贵有地，当无多治林公主的性命，这代表林公主继任住喺天上，会当化险为夷啊！不过公主的小命火绝对袂当叫花去，咱拢去找宝物，啥物人保护公主甲小命火啊？啊，无安尼啦，青娥，你留落来保护林公主，还阁小命火，我甲万里出来找迄三件宝物，你看怎？啊，你若是拢找无是要安怎？会啦，就算牺牲我的性命，我一定甲宝物找到。公主，拜托你照顾，拜托你。你放心，我嘛会用我的性命保护公主。你紧去啦，行，行起来行，去，公主拜托你啊，拜托你哦。玉皇大帝啊，观音佛祖啊，拜托你，拜托你一定要斗相共，千万唔通让这个小麻花花去，卖保庇千里甲天星，紧把这宝物找回来，我娘娘的元神会当归位，赶紧好起来。娘娘啊，你一定要支持落，一定要等因转来。心如火亮，动心不啊！哎呦嘿啊！这物件哪会这歹找啦？哎呦！这三项宝物到底是啥物？是要为对做起啦？若要讲吼，大海梦针真困难，啊，不过至少咱知咱要找物件是针啊。嘿，咱即摆要找这三物件无章头，啊是要安怎找啦？啊根本是无可能的任务嘛。万里，我看哦，这是天公伯啊对咱的考验。天公伯在考验咱的智慧，还有决心，所以哦，咱绝对袂当失志。这个好亲像是圣贤书所讲的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咱哦要坚持到底，这三宝物咱绝对找得到的。对，多谢你甲阮斗相共啊！你讲无唔对，即马阮公主吼，唯一当我靠就是咱，拼生拼死，嘛要甲宝物找到来，啊若无，阮公主就真正无性命。对，你有智慧，我有决心，咱还要甲宝物找到，吼！加油！加油！动心无火亮，动心，敢会就是囡仔心肝？喂，
唔通让后白讲啦，什么囡仔心肝？这当时啊，真正代表囡仔心肝，等于是一命换一命，才当救林公主的命呢。我相信这林公主若知影吼，我哪袂答应啦。歹势，我受过紧张呀。对啦，我们公主哦，绝对袂当安尼做呀。哎呀，拜托，每一年元宵节比赛，我赢啊准的，真若比比赛更较歹赢啦。哎呦，头疼。姐姐，慢点。阿二嫂，啊，恁在讲什么？林公主要要啥比赛？啊，恁是咧讲啥？阿二嫂，其实吼，我甲万里的吼，已经找到林公主的关系啦。有影，安尼真好啊！真正是天公伯有保庇啊，好心有好报。是讲，既然安尼，恁应该真欢喜才对啊，哪会颠倒由头到面？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也毋过阿二嫂，虽然我已经找到林公主的关系，也毋过林公主的关系随时会反袂掉去。啊？安尼是要安怎啊？所以讲哦，爱甲三件宝物甲找来吼，往公主的婚聘吼集中，关心归位。安尼咱唔赶紧去找，搁徛在这创啥啦？我哪知影，阮两个就袂公公徛伫遮。啊是安怎？啊，这三项宝物到底是啥物件？哪会安尼歹找？阿二嫂，这三项宝物就是同心、无悔，也阁有良缘。同心、无悔、良缘。啊，这是啥物物件啦？就是唔知啥物件，甲一粒头两粒肚。敢讲无其他的线索啊，是毋啦？啊，这林公主哦，甲三项宝贝的名讲出来了后，伊人就死死混去啊。无要紧啦，我做伙斗三工，咱哪找哪想。我一定要找到这三项宝物，甲林公主救回来。啊，其实你要斗三工吼，真正甲你感谢啦。啊，毋过找宝物毋是遐尼简单，足危险的。危险？我阿二婿敢讲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搁较毋是忘恩背义之徒啦。林公主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伊即马有危险，我哪会用干那顾着家己，放点点拢唔插伊咧？对啦，这阮知啦。啊，毋过我是惊迄比比高红蛋吼，佮派人来对你一家伙不利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对啦，阿二嫂，虽然我足无希望你甲秀莲离开这，也毋过这个高宏达讲话哦反起反倒，我实在足烦恼吼，伊随时要治你的性命。我袂用走的啦，我这条命是林公主救的。俗语讲，食人一口，害人一斗，我袂用放点点做我走。阿二嫂，我甲万里哦，拢知你的心意，也毋过，你莫搁苦劝我啦，我已经决定啊。辉弟啊，人多嘛好办事啊。总讲一句啦，我就是留喺这要甲你斗三工，无要走。也毋过，好啦，啊，既然阿二嫂已经决定安尼啊，咱甲苦劝嘛无效啦。你唔免烦恼我，颠倒是咱较注意。我知啦。好啦，咱分头来去找。好，来。阿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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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去倒？阿爹要去买糖油粉。糖油粉？哦，迄真高级，嘛真贵呢。我唔对。阿爹，咱搁买麦香啊！啊，不过遮尔好的香，无几个人买得起啦。是要卖香啦，是为了要救林公主啊！我一直在找，也毋过，拢找无要救林公主的宝物，我嘛想袂出来。动心到底是啥物物件？阿爹，你在讲啥？我哪有听无？林公主，即马我只有用上好的香料，用我上大的诚心，用我上好的技术，做出上好的香，来祈求妈祖能保庇你，逢凶化吉，平安倒转来。也恳求妈祖能给我开示，给我开智慧，
会用了解，到底动心是什么物件？动心，当一个手会快啦，当一个手会快啦。哎，你在讲啥？好，卖插你。阿爹，毋过伊是伫咧笑你呢。伊敢是囡仔人尔，还阁毋捌人情世事，何必着甲伊计较啦？伊要笑就在你笑啦，咱卖插你就好，好，行，行落去。到啊，行，咱伫遐看卖啊。害我找遮尔久，总算互我找着。咦，你毋是对我当欠一个手总会的人囡仔吗？啥物欠一个手啊？你拄则一直笑我爹，我真无简单，才吞落落来。我即马甲你顶告，你即马讲袂讲，我对你无客气啊！我才无跟你讲，你一个欠一个手的人嘛。你在讲啥？阿红啊，奇怪，人是走去倒，目前你就无看啦。阿爹，阿爹，哦，啊你是走去倒啦？下底四个找无人，烦恼到你知无？行，来倒，来小等。安尼规身躯汗，衫啊安尼乱七八糟啦，你是走去倒？阿爹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拄则替你出一口气呢。替我出一口气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阿爹，我趁你伫咧买材料的时阵，去甲拄则笑你遐人，甲伊拍伫涂骹做到白。你都毋知哦，我甲伊拍伫涂骹了后，互因哦，我叫毋敢。啥？你走去甲人冤家？是啊，因若笑你，我当然啊甲伊教死啊。阿红啊，平时阿爹是安怎教你的？啊？忍一时之气，免百年之忧。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凡事都要忍耐，免黑白甲人起冲突、结冤仇的。结果，你今仔煞走去甲人冤家相拍，敢讲你拢袂记讲阿爹教你的？无论代志是啥对啥唔对，拢袂用黑白出手拍人的。你嘛同款是囡仔，应该了解，囡仔原本拢较皮啦。因为迄种行为，并无表示讲因心肝内头迄个意思啊。大家要互相体谅、互相友爱，毋才对。唉，你今仔拍伊，连工仔外人来找你，安尼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行，带爹来去找因，好好甲因会实的，行。因哦，唔知走去倒位啊？因一拍输啊，就惊到唔知走去倒位啊。阿红啊，看起来啊，你是也唔知影通悔改啊。平时我教你的，你根本都无放伫咧心肝内嘛。行，再过来转。我照顾娘娘，还顾这上马会，我你家在，娘娘看起来无代志。
过这上命火愈来愈细啊，人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你这阵风真正是夭寿，你是催免钱的笑，你莫搁催啊啦！我看无电信通，这火真正叫吹火去。顺风，大电信通。娘娘，你要支持落，你一定要支持落。哦，这个千里甲天星的，是咧创啥啦？去遐尼久还无转来，真正是娘娘若是安怎吼，你都知死啊啦！千里，普通时吼，敢会晓讲大声话，敢会晓呛声啦，讲什么民主问题，你即马一点仔民主都无啊啦！这个天星嘛是共款，读遐尼济册有啥物路用？讲个全道理，也要做无半撇啊！真正叫你两个害死。但这娘娘，你一定要支持落，一定要支持落。好啊，今日好啊。我可是伊咱紧走。大姐，你莫走啊！是我击败来哦，无歹意啊。你想要创啥？叫互你。其实我击败来哦，毋是要来甲恁拍，只是转去真着想家己哦，实在无应该动手拍你，佮甲恁拍甲安尼，真正足失礼。所以，你看，你是啊，为着要向你回失礼哦，我亲手做三只地产妹来送互你。来。给我一个，地产妹。我要去一下茶杯送你。你想哪？你去茶杯送我？你之前有是送我地产杯，今麦我送你一只茶杯。哦，那你较吃亏呢。我做地产妹比你的茶杯较简单。哦，你足厉害。啊吼，你人足好诶，真讲义气。我真欢喜有你这个朋友，咱以后会当常常佚佗，送你。我知你，咱不然就已经是好朋友了，咱大家要讲是好朋友对无？有。呀，咱去佚佗。对吼，我来无想到，这个天真活泼、纯洁的感觉就是东心吗？我找到，我找到东西吗？我找到东西吗？哎呀啦，这上面火愈来愈细啊，就得要火气啊！这个千里甲天星是咧创啥？我唔紧转来都袂赴啊啦！小龙小龙我哪会走带去啊？这么久，你给吹掉啊？吹掉哦，对对，姐姐，这是啥？叫恁去找宝物，啊恁找这个茶杯是要创啥啦？啊？哎呦，青龙，我跟你讲啦，第一件宝物吼，东心的意思吼，就是讲这世间上上个天真、上个纯净的赤子之心，就是伫咧这只茶杯当中。哈？对啦，回弟讲到你捌吼，吹就拍开，来，回弟我已经甲东心吹着就对啊。对，天星啊，不是安尼讲，找宝物。青龙，你放心啦，这绝对就是东心。东心甲不会对啦，你看。这上面火愈来愈大，这真正是宝物，这真正是宝物。对。公主，李公主，这个是啊，公主真是啊，青龙，多谢啦，不丢了，多谢。公主，李公主，天星，多谢你。看来，恁真正领悟到动心真正的意义啊！
就是赤子之心，天然自在，无生命之类，无日落之念，无脚无计算，会哭，会笑，敢爱，敢恨，无讲无记，无私无畏，真实本性，天性自露。同时，嘛会当互人有求生的意志。你会知影，囡仔是爸母心肝头的伤害，嘛是恁世间未来的希望。爸母为着囝，伊就会努力打拼伊的前程，伊就会放弃求生的意念。都要有赤子的心，安尼才会对众生平等。你了解这个意思？了解。先生，我有代志要私底下甲因两个讲，是毋是用请恁先出去一下？哦，好。我未收互恁两个进前，天庭发生大动乱，我因为收妖兵乱，有真大的功劳。天庭论功赏赐，观音大师就赐我这6字：动心、无悔、良缘，做我命中的3宝。我问观音大师，这6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但是观音大师叫我免问，嘛免想遐尼济。伫我当着生死大劫难的时，假使我天命不改转，自然就有人找到我命中的3宝。娘娘，你的意思？我一当找到3宝对无？不一定。那安尼？误己不是天，安宁地我天命。哎，万里，林公主有讲其他2项宝物要做找无？阮公主讲，但咱嘛无把握会当找到另外2件宝物。唔要紧啊，咱哦认真啊找，绝对会当互咱找到。行。启禀大将军，大国国兵将已经向国军拍败啊！咱国兵士今晚嘛咧四界窜逃，听前方的少部咧讲。因今日搁咧调这兵马，想要甲你攻城。然故，请将军你放心，如果你调这偌济兵马，保障，我一定会尽所有力量将因打败。袂用的赢，将军，袂用的赢，爱输。大将军，你意思是？唔免问遐多，我爱你连输3城。百丈城边仔迄3个城市，拢总分工来我紧。是。将军，你现在哪要安尼做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连输3城，安尼生我就有理由通我请求。调停30万大军的支援，再我打败台湾国，我就会收尾军心，将这寡兵马拢总纳入我的兵力。到时我若要起义，我若要进攻京城，
要称王称帝，拢总输在我。将军，果然是好计。你唔免惊，你想？你唔免惊，我就是你。哦，我知影，就是你。你哦，害我去用误会挡这个妖怪。我知影你这阵真着急要救林公主，也毋过你绝对袂当去救伊。我是安怎袂当去救伊？林公主对我有恩情，有恩情本来就是要报答伊啊，这是做人应该有的道理啊。你若救伊，你绝对会后悔，因为伊最后会变做是你的敌人。哼，你莫骗我，我袂听你的话，莫踮你这后边讲。哼，我有甲你讲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无需要骗自己。我即阵甲你讲，你一定爱睇，爱睇，爱睇，甲睇死！太灵公主，我要太灵公主。红颜树高旁，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。我即阵甲你讲，你一定爱睇，爱睇，爱睇，甲睇死！太灵公主，我要太灵公主，太灵公主，太灵公主。有够水大的啦，也毋过遮拢无水通啉。啊，娘娘一直咧问讲，等者可能卖水大。我看吼，我还是揣一寡水来啉好啦。我若是走，这风高野我，啥物人来保护娘娘啊？甲封起来。你救成功，莫管我。我决定救天星，天星是一个好处，要先后为先。假使讲，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伊安尼啊，甲伊的兄妹是要叫啥物人照顾？公主，林公主，林公主慈悲救我的性命，我哪会当稳重收报，甲伊刣死？拄则当着良民人士的妖怪，敢若是我的幻觉，我绝对袂当刣林公主。啊若无，我一世人的良心不安，绝对袂当刣伊。
若再娘娘无安怎，我真正袂当留你遮。你若无娘娘，若是安怎，我真正罪该万死啊！我到底是安怎？那一直当着良民人心的妖怪，这个妖怪佫叫我去抬林公主，这到底是安怎呢？这一切敢是真实的，也是我的幻觉？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我无真正害死林公主，我哪会这么糊涂？我哪有这种可怕的想法呢？虽然讲这第一件宝物已经找到，也毋过第二件宝物无悔，到底是啥物？迄当时我为着厝内底开销，我踮伫街仔路做肉点红泡，趁淡薄银两。我安尼做，我完全拢无后悔啊！这就参像圣贤书所讲的，皆为他人设想，莫计较付出偌济。对，这就是无悔。我做到，我做到，这就是无悔啊！我做到。来，紧来，所有红旗起落，拜托，紧来，大家拢围过来，大家围过来，我有代志要来讲，紧来，后边，小弟，后边，拜托，紧来，这姑娘伫遮，紧甲我拍，紧来，拜托，笑的，拢紧来甲拍啦，笑的，我唔是笑啦，拜托啦，紧来，姑娘紧甲我拍，紧来，拜托啦，甲你拍，大家开钱啊，拍几个大家开钱，我不定在我无代志哦。没啦，后边，我来报告啊，我来讲，你紧甲我拍，我袂甲你收钱，紧来，我来保证袂收钱，紧。就算你袂收钱啦，我甲你拍，你敢袂扛要我拍的哦？会啦，我买忝啊，我无爱啦，喂，你别走。头家，紧，两支棍仔互你，紧拍，拜托，我拜托你拍啊！你不要甲我拍，喂，先生，你哪安尼啦？谁唔知你是好主，而且佫油，教囡仔读册，你若叫我甲你拍，像你遮好的人，我若真正甲你拍，后日伤过分啊啦！袂啦，紧来，拜托个，莫拍，阿水啊，莫拍啦，阿水啊，真多水你当我拍俩，阿水啊！连阿水啊都无要甲我拍，那你真是要安怎？林公主为着要救我，跳落去化骨油池，这阵用要无命，我到今仔去找无宝物通救伊。这无悔到底是啥？敢讲我拄则受到的无悔，毋是踮伫遮做肉点互拍物件的？安尼无悔到底是啥物？无悔到底是啥？无悔到底是啥？阿娘，我最近常常想起你，你伫迄边过了有好无？阿娘，我就想你的，你知影无？阿娘，你是安怎死的？敢真正是看病？我和美芳拢怀疑是杀鸡，阿孙若真正是杀鸡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。老夫人啊，小姐吼，我会好好照顾伊啦。啊，你在天之灵吼，你还保庇小姐平平安安，拢无代志。小姐，你莫艰苦啊啦！小姐，听讲台湾兵一定连胜3城，啊，这附近阁有台湾兵会出现，咱较紧转去好无？小姐，咱较紧转去啦！你足烦的咧，有来跟我娘讲话啊！
我讲实事，可是你若是跟我来就好啊。我都袂感觉遐尼孤单啊，阿娘，我就想你的，我就想你的阿娘。你对我愈来愈怀疑，想要调查真相，想要替你阿娘报仇。看来老李弟的以后会真麻烦。慧敏，莫怪我心怀手热。既然你这么思念你阿娘，我就成全你，互你母仔较早团圆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慧敏，莫怪我心怀手热。既然你这么思念你阿娘，我就成全你，互你母仔较早团圆。阿姊，加油啊！外味，来吃歹皮，我用要冰棒啊，我不爱食啦。阿姊，这药啊食落，你就会较快活。来，哇，这药啊哪这么苦，我不爱啉啦。阿姊，将阮奶我好好照顾你。你无食药啊，哪会用的啊？来，紧食。我看你的命有活论，我就唔相信你袂死。巴肚来这么疼，我巴肚。这是你的药还在讲什么物件？你讲，你这查某，你甲药内在讲什么物件？你讲。慧敏的阿娘，你莫怪我，当初时是你家己叛变，我只是要减轻你的痛苦尔。而且有你伫的，我是要安怎做将军无能？只要是主动的人，我一定爱伊死。人家开门啊！小姐，咱较紧走好不？要走你就走啊！
关系啊，早知就不好你对我来啊啦。我来一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讲大官兵来啊，咱赶紧走。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百姓娘呢，安尼咱战争归战争，俩我们吵架啦。想要创啥？这小姐佫实在袂歹哦。家己转去哄元帅，元帅当优秀哦。啊，若是你这大颗查某，也转去洗衫做麻药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莫对我小姐无礼，你做我小姐卡着，我就叫我将军叫你带我讲，小袂掉。原来你是大将军查某囝。对啊，会惊哦，会惊哦，就赶紧走。安尼上好，家己转去，元帅你做欢喜。你救我，赶来救我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拄着慧敏这个眼中顶，无这个死查某鬼仔伫咧，我就唔免看伊的面相，嘛无人敢甲我作对。以后我的日子就过了较快活。一摆利用台湾兵，甲伊除掉，佫会当无偌实台湾国走，哼，真正是一举两得。我想讲无悔，是人人拍，人人糟蹋，结果嘛是。我若是搁继续找无误会，那林公主就无去啊！哎，我到底倒位？叫人，这声好像是慧敏的声。救人！我放开！快点啊！救人！真正是慧敏。慧敏哪叫大家免掠掉的啦？哎呀嘞，凭我一个人免来歹赢伊嘛？也不过我真也无救慧敏。慧敏就无救的，这是要安怎？好啦，先改变再讲啦。你出事哦！这是你啊！外公，你敢放开哦？啊那无，我后你改共阮分别之后的讲。这是，进来救我！慧敏姑娘，你有事，我绝对会救你。你出事啊！这是，救死你啊！这是！安尼倒去袂用的，外公你想办法。将军，你这真叫救啦！真我厉害哦！你冇代志哦？我冇代志啦。大家来救我，咁我。外公，只要讲有险，咱今日走。我们搞定，今天走，今天走。男女授受不亲，
也毋过看你的手已经受伤啊，是毋是会当互天生替你疗伤者？你可能，那呢天生老麻烦的所在，请你见谅。 若毋是你救我，我早就去互大外边掠走。林姑娘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这小可代志，唔通甲我说多谢。对啦，啊你哪会家己一个人走来这？我今日甲李芳去做拜婚啊尔，结果伫路里拄着大外边要掠阮，后来我甲李芳就行分开啊。 我叫伊转去讨救兵，嘛唔知伊即马到将军府啊。啊，对啦，若无咱嘛来转好无？行啦。林姑娘，较顶啊啦！我惊进外口大家兵啊，佮伫遐，真就会伤过危险啦。啊，不安尼啦，你先踮喺遮休困一下，等明仔载天光，我才送你转去将军府，好无？ 边仔遐来甲你整理者。先生，拄则我看到你为着要救我，差一点仔去大外面刣着。我知影你袂晓武功，万一你若出啥物代志，我一定会艰苦一世人。文敏姑娘，其实。 你莫叫我慧敏姑娘啦，你叫我慧敏就会当啊。哦，慧敏，啊其实拄则嘛无啥，啊当着迄个情形，换做其他的人，我嘛是会救，何况是你？是因为我，所以你拄要救我对无？ 我去甲你整理一下。娘娘，你精神啊？春风诶，你伫身躯边咧照顾我。 是啊是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娘娘，头拄我咧顾你的时阵，我突然间想到，你甲阮讲，伫咧困苦甲危难中，要有一粒欢喜的心。这个欢喜的心，敢不就是童心啊？童心就是天真单纯甲欢喜心，就是因为有童心，才会当互我完成宿命。娘娘。 你唔通阁烦恼啊啦！我相信因两个真紧就会甲良言甲吴慧找倒来甲你救命。我袂烦恼，修行的人道心不可断，道心若断，智慧就失，就会带来无明的烦恼。而且修行的心嘛要有好的信念，千万唔通因为外境的变化扰乱心思，白掉咱心中的明定。 望眼像孤帆寂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 我就惊呢。我拄则去探一下消息嘞，
大家兵还无完全离开，是讲良心。大家兵吼离咱遮真远的，咱目前来讲还算安全。你巴肚枵吼，先坐啦，等下就有给咱食。你哪咧烘石头啊？敢讲你等下咧烘石头我食？慧敏，虽然讲吼唔是啥物山珍海味，也毋过吼，我甲你保证，等下你若食着吼，一定会讲足好食，而且吼，你会一直想要食。这是啥？慧敏，来，进来。哇，嘿，跟讲。足好诶！慧敏，唔好背出来，唔好背出来。我来讲哦，你哦，豆豆煲，你就当知影讲，这野菜有偌好食。安怎？好食吗？足特别的呢。拄食的时阵，感觉苦苦，不过加无开嘴啊，就有一种甘甘的感觉。吞落去的时阵，嘴内底就有一种甘甘甜甜的滋味呢。由苦变甘，最后变做甜，对吧？这吼，就好惨就是人的一生同款。若是去遇到苦难，就会当对苦难的回忆当中，体会到这当下的痛苦，还佫有甘甜。慧敏，假使讲吼，即便咱来当脱险，你会当平安回去到将军府。今仔日吼所发生的代志，你吼会甲伊当作是上介好的回忆。我永远拢会记得这天，伊无顾性命，一定要甲我救。我永远拢会记住的。紧食。这慧敏哦，实在是无要听人的话。我明明都甲讲，两国当咧交战，因仔日遐蒙地会军定都有台湾兵咧出入，叫伊唔通去，偏偏就搁偷偷走去甲因仔日祭拜。对啊，将军，啊，拢无空小食呢，不过伊又无爱走啊。我有甲讲，叫大家兵会出来共掠呢，不过伊拢无爱听我的话，伊含老夫人咧讲话。我看伊互台湾兵掠走哦，我真正有够着急，你毋知要安怎？你根本你就无能力通保护小姐，你还搁加点遐啰嗦啥？将军，我知影唔对啊啦。啊，不过将军，迄阵的情形你唔知影，遐台湾兵吼，咱前面条行，啊伊冲过来就甲我。小姐都已经去互掠去啊，你还搁理由遮多？我点点，不过，搁我讲一句话好无？将军，这若小姐有啥物意外，伊不幸，我你放了伊死诚多，你得我陪伴伊啦。人都还未死，你是咧哭啥嘿？你这款，你死100遍哦，还阁无计他慧敏的半条命啦。天边将军，有慧敏的消息无？无将，
已经派出所有兵士出去找回敏小姐下落啊。听前后煞无咧讲，回敏小姐假使是去大国兵所了，也毋过伊今日半路当中逃走，即马下落不明。哦，回敏真正按台湾兵的军中走出来。是。太太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安尼我唔免死啊！请将军放心，无错，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，将小姐救回来。你紧去。是。你这条小，等回敏啊，转来我再来好好甲你算。将军，回敏是安怎？伊即马虽然对台湾兵的手头走出来，但是拄啊副将也我咧讲，即马下落不明咧。像回敏这么友好的查某囝，因翁娘在天之灵，一定会甲伊保庇。哎呦，我都干那这个查某囝尔，迄若万一我要哪安怎对得起因安尔？白啦，回敏伊哦，既然自有天相。天公伯一定会甲伊保庇的，将军，你免烦恼啦。对啦，将军，你免烦恼啦。小姐吼这么巧，既然已经逃走去啊，一定会当平安回来啦，吼。逃走？哼！伫咧迄种荒郊野外。就算无互其他的台湾兵掠走，嘛一定会互野象拆食落腹。卫兵，我看你这摆想要我来转来，无这么简单。卫兵，你免惊啦。你哪会困啊？我烦恼咱两个人的安全。惊台湾兵会冲入来，所以我唔敢困，我一直拢顾伫遮。自细汉，我都是上惊单雷公啊啦。大概若是单雷公，阮阿娘就会甲我抱牢咧，甲我笑笑的，叫我莫惊。歹势啦，自阮阿娘过身了后，除了阮阿爹以外，你就是我第一个抱的查甫人。即摆这样话，外口搁咧单雷讲，阮阿爹一定足烦恼我的。卫兵，在你心中，你阿爹是一个真慈祥的人，也毋过在我心中，你阿爹是一个足残暴的人。毋是啦，恁家拢误会伊啊，是真实的啦。我阿爹有甲我讲，伊有伊的口中啊。口中？恁阿爹有啥物口中？阮阿爹有甲我讲过，伊是个大将军的，伊若是无威严无霸气，是要安怎带遐尼济官兵的？卫兵，假使讲大将军会当甲对你的爱，化作是对众生，还佫有对百姓的爱，安尼敢是真好？我知影你对阮阿爹有足济误会啊，所以哦，不管我安怎解释。你嘛是袂相信我？唔是我对恁阿爹有误会，是你对恁阿爹根本就无了解。唔是啦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啦！阮阿爹是一个足好的人呢，伊会变干的哦，拢是迄个煞厉害的呀。假使若是有机会，你和阮阿爹好好相处，你就会知影，伊真正是一个好人啊。好啦，卫兵。我无想要甲你讨论恁阿爹啦，卫兵，
无你先困啊。明仔透早我会出去看卖，大家变走的。伊若是走啊，我赶紧甲你送去上武拄，好无？ 袂用啦，慧敏，今日走，无等下等下大家变唔好啦。我袂。慧敏，叫大家变啦，紧走。慧姐来，来。慧敏，我来讲哦，你留喺遮等我，卖出声，我出去甲应会，走。但是你若安尼是危险嘛啦？我若无安尼做哦，咱两个拢有危险啊。 会记哦，留喺遮等我，卖出声，知无？你也较注意咧。我知。喂，你追我去！是啊！万一天心若是去大桥边抓着，安尼是要安怎？ 我求你啊！你一定要保庇天生平安无代志，你一定要该保庇，阿娘。慧敏，姐姐，你无代志啊？我无代志啊。好，跟着走。 是你去好困者啦。慧敏到即摆也无消无息，我要哪滚会去？将军，那边将军，慧敏小姐回来。啊，慧敏回来。阿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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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想你啊！哇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阿弟啊是足担心的啊。是啊，慧敏。 你有安怎无？你若顶后为着你的代志，烦恼到规夜拢无困的。那你讲我知影。阿爹，失礼咯。哎呀，啊你有安怎无？来，阿弟来看卖。我无安怎啊，刚好手小啊受伤尔。好。阿爹，是天心叫我回来哦。 天生伊无够危险，拼性命叫我回来，若无阿爹，伊就看袂着我。哦，慧敏姑娘既然回来到将军府啊，安尼我先来走。小等下，我还阁有话要甲你讲。伫外面过几年啊，一定食真侪苦，啊不都会晓袂？袂啦，阿爹，我袂晓啦，昨人天生搁做足好食的菜好食哦。好。 啊，无我看你一定真忝啊吼！啊，衫嘛爱紧去换一个，手搁着伤。来，你紧去休困者。好啦，紧去休困。慧敏，紧去休困。来，天生，请坐。请坐啊！天生，你救我的查某囝一命，我感恩不尽。你若想要伫什么黄金珠宝做你开喙，我会拢总予你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也毋过搁较侪黄金，搁较侪珠宝，嘛无法度换一条命。哦，迄当然。黄金甲珠宝免会当比阮慧敏的命。你珍惜慧敏姑娘的命，那安尼你敢有将心比心，珍惜其他人的性命？
你实在是妇人之见。两国交战，敌人的命当然是无价值钱。这是要安怎甲阮回民的命来相比？我讲的是大学兵，我讲的是林公主的命。你甲雪姬夫人逼林公主跳入去油池，安尼就敢对？哼，迄是林怀德甘愿为你牺牲。阮凊彩讲的，哪会知影伊真正跳落去？你竟然敢安尼讲？雪姬，唔应该讲遐多。我这个人一生都无想要欠人人情。你想要伫啥的？做你开喙，我应付你甲到。唔免，大将军，回民姑娘会当平安回来到将军府，这是天公伯父保庇，嘛是回民姑娘有这种福报。啊，若你想要答谢我，这就唔免啦，因为我何天生做我应该做的代志，你要答谢我，无需要。大胆，敢安尼生甲讲话，今仔日若是看到救回民的命，老早就互你死。将军，你莫生气，为民福气，会当平安倒转来，嘛是一件好事啊。何天心要安怎想安怎讲，随在伊。为伫咱以后，搁用会着伊，你着莫甲伊计较。小姐，迄阵看你互大外兵仔掠去吼，我真正足紧张的呢。好佳在你即马平安无代志。小姐，我看后边咱出门吼，加带几下护卫出去啦，啊会当保护咱的安全。小姐，我今会当问你吼，啊昨吼是安怎会遮尔拄好，何公主会起来甲你救啊？啊昨暝恁两个人规暝做伙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？哪有啥物代志啊？就是闪遐大外兵啊！哎哟，咪迄种代志啦，就迄种。你是咧讲啥？小姐，啊你两个孤男寡女呢？哎，何公主吼，搁当少年，迄无定着恁两个目睭安尼一看，啊看到啊，都介意，啊就无你的代志啊！哎哟，小姐，啊这也无人啊，讲一个，互人批判一个啦，好不好？你莫胡白乱想啊啦！阮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啦。人天生伊是正人君子，伊才袂利用这个机会对我胡白乱来咧。阮两个计是清清白白的啦。啊，你真正有够可笑的呢！啊，毋过吼，迄感情吼，也是慢慢培养较实在啦。无定着昨暝恁两个安尼做伙了后吼，啊，何公主就较了解你，你嘛了解伊啊。到尾，伊就介意你，啊，你嘛介意伊，上尾恁两个相亲啊！小姐，你面红去啊！我就知影，我咪芳的要代志真正准。不过小姐，我对你吼真正足欣赏的呢。像我迄个清风兄，即马拢唔知走去佗，人去妈祖庙找几啊遍拢找无。清风兄，你伫佗？你阁不爱回来，咪芳的伊想你，想到饭也食袂落去。物件，这种够厉害哦！卑鄙！当一个大将军的，去照你义气阿姨才共偷的物件，这哪对啊？万丽，以我对高宏达的了解，
伊应该唔通呢，伊应该是要叫阿二师去把洪天雷摕倒来，然后好好研究要安怎对付洪天雷。娘娘，是的啦，迄宝物吼，我拢找拢无，是的啦。妈祖启示录，真正的智慧人生，必定要有诚心甲谦虚的态度。有智慧，才会当分别善恶邪正；有谦虚，才会当建立美满的人生。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永远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。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看无透，歌声在酒里暗，看阮舞步飘泊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寂无行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风光。红颜像花丛，天深看，露水。